好，來繼續來看台北市長蔣萬安甲國民黨新北市長的參選人李四川，早起做伙去看負壓式的部分室。針對着對手沈碧陽所講的市民之推用 AI 系統找市民的問題，蔣萬安講，市政府已經在做，講研考會每禮拜攏會透過1999的專線分析到市民的意見，而且提出政策。光頭戲面佇咧開講，台北市長蔣萬安邀請前副市長，即馬要選新北市長的李四川來考察負壓式的假分析。謝謝那時候川博給我們很多工程的建議，而且指示新工處在建設的過程特別注意的細節。我想新北幅員比較廣大，那原則上這個好的政策我一定會納入我的政見。為設備到空氣循環系統攏斟酌看，蔣萬安學了李四川提供真濟寶貴意見。過去老倒頭要拼新北市長選戰，蔣萬安嘛來倒鋪路。若針對沈碧陽提出市民之推 AI 監督，蔣萬安的態度是真冷淡。每一個禮拜，我們研考會都會報告1999市民進獻的成績跟反應。雖2026卡無必化，那劉龍拍雙北連手牌，民進黨由沈碧陽蘇考會連線出橋，廣告雙北合作更好。若選戰高峰，嘛是攏會講到統獨的議題。我的對手提出兩國論的修憲，我想大家都知道。那如果這一個是他的信念，就大膽的講出來，不要為了選舉。當然，我從頭到尾現在談的都是市政，我從來沒有所謂的意識形態。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，我們的國號名字叫做中華民國，兩岸互不隸屬，這是全民共識，並沒有必要再就這樣統獨的議題再辦一次公投。那未來呢，我們會全力守護這個國家。李四川甲炮會瞄向意識形態攻防，蘇考會接招回應，那廖定祥佇咧雙北政局各自聯手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